涯，让金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装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相公，我想你抱着我，一辈子都这样抱着我啊！一辈子呀？太沉了吧？哎呀！差点没摔死我！相公，你下来呀！我想下，我下不去，我。我有办法了，你飞低点儿，脚放低，我帮你停。你行吗？相信我。好，我试试。呀，下，别动！哎呀，这个离不开我了吧？太棒了，神力！以后我飞的时候我就带着你，到了地方以后，先把你扔下去，再把我拽上来，怎么样？相公，先把我扔下去啊？就是那种轻拿轻放，轻点。有人！我给你小点声。我说，公公已经吩咐了，一定要在午时之前把这桌酒席弄好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啰嗦了。不是啰嗦，我是跟你说嘛。你干什么？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？还不亲？你刚才都那么大一声了。那是差点把我憋死。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？没听见。他们说什么？公公。公公怎么了？太监。太监又怎么了？哪里有太监？有皇上的地方才有太监呀。笑什么？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好笑的一句笑话。你说我们落在皇宫了吗？落在皇宫了吗？我也纳闷呢，咱们俩怎么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落在皇宫了？这也太简单了。是挺简单的。行了，别瞎琢磨了，别管闲事，赶紧走吧。没多管闲事儿，你想想看啊，有太监的地方就有皇上嘛，有了皇上，我们不就可以告御状了吗？然后把魏忠贤杀害老百姓的事情全部都跟皇上说，让皇上去对付那个大太监。你觉得会有那么简单吗？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呀。赶紧把你的剑藏起来，免得人家还以为咱俩是刺客呢。我像刺客吗？像。我像被刺的吧？快呀！来了，就是嘛。哎，那边看看去。季姑娘，求求你了，东厂的太监说，他最多只能活1个时辰，现在都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。是啊，古人都说过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
难道你真忍心看着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了吗？娘，你就救救他吧。那个大姐姐是好人，那个大哥哥也一定是好人。娘，您就救救他们吧。不是娘不愿意救他，只是玉莲，也许你确实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但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帮他们吧。况且这位姑娘还是咱们家的恩人。好吧，我可以答应你救他，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，等他的毒一解，必须马上离开，而且绝不能把我给他解毒的事告诉任何人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哎，对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绝对不会把你救英雄哥哥的事说出去的。墨竹，帮我把药包拿过来。好。哎，有人来了！小少子，把这些帽子洗洗，还有跟我到屋里把被单褥子也拿出来洗一洗。好，咱们这就走。太好了，我们去偷身衣服过来。那个衣服啊？对啊，你没听他说吗？脏，没洗呢。那你就等死吧。快出去！踹！哎，挺合适啊。哎，这衣服还行啊。帮我。你们两个大白天偷偷摸摸的躲在柴房里干什么？啊，我们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。还说没有？没有，这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没，那个柴房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您说是吧？哎，其实你们不说我也知道。想当年我是过来人，能理解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个呀？老实说，到底哪儿来的？老实说，到底哪儿来的？问他。新来的，我叫小爱子，他叫小妃子。爱妃。新来的太监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说来话长了。启禀总管，上面吩咐了，准备开宴。知道了，这就来。玉莲，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你帮我烧点开水吧，恋人中毒太深，昏迷不醒，解药必须拿开水调和化开，才能给他服下去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你知道怎么给那个人解毒？别多问了，你再不去烧水，就耽误救人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
承蒙众位爱卿厚爱，为本座添置的这些东西，可是本座受之有愧。9000岁当之无愧。如今满朝文武皆心向9000岁，认定您才是真命天子。看来9000岁登基金銮，统摄天下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。祝9000岁早日登基金銮，统摄天下。倘若真有那么一天，那众位爱卿就是开国的功臣。来来来，今天咱们一醉方休。赐座。赐酒。本座第一杯酒，敬众位爱卿。谢9000岁。9000岁，那他就是魏忠贤那个老贼了。糟了，这下进了狼窝了呀！哎呀，9000岁，今天你难得这么高兴，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样礼物献给您。哦，什么样的礼物啊？这个礼物已在您的庭院当中，恭请9000岁还有各位大人一同前去观赏。好。什么？没有办法喂药？他中毒的时间太长了，毒气已经进入了他的体内5脏6腑，所以身体已经开始僵硬了。我试了各种办法，就是无法将他的嘴打开。是不是英雄哥哥服不下解药就得死了？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救救英雄哥哥吧！眼下办法只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先把药含在口中，再喂进他的嘴里。姐姐，你就别犹豫了，快按照大嫂子说的去做吧。可是我，你要再不给他喂药，恐怕他就拖不过去了。姐姐，你赶紧给英雄哥哥喂药吧，要是再不喂，他就死定了。姐姐，你赶紧给英雄哥哥喂药吧！你是英雄哥哥未过门的妻子，难道你真忍心看着他就这么死了？我当然不忍心。是你送给本座的礼物。不错，它叫血刀。
血刀。正是，可以说他是卑职的半个门生。卑职将毕生所学的鹰爪功全部传授给他，以铁臂把鹰爪功式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所以卑职把他安排在9000岁身边，保护您的安全。既然如此，让他取下头巾，让本座看清他的长相。启禀9000岁，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，所以他无颜以对天日，不肯拿下面罩，请9000岁见谅。哦，无颜以对天日。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一层黑纱难道可以遮住天日？你们说呢？9000岁所言极是。本座最恨的就是背叛，不管他为什么背叛本座，我都要他付出代价。不知道是谁想和9000岁作对？难道不要命了吗？但是有些人啊，他就是不信这个邪。9000岁，您的意思是，当着本座口口声声喊9000岁，他转过身去，马上就要置本座于死地。9000岁，是谁这么大胆子？难道他有8个脑袋不成？于将军，怎么样？昨天晚上在你家聊得挺开心的，哈哈，一口一个阉狗，骂得挺痛快的呀。保护9000岁！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心鼻屎！丹丹怕不怕？不怕。告诉妈妈怕不怕？英雄哥哥，你可醒了！你要是再不醒啊，我姐姐真得急哭了。人远，别胡说。我没胡说。英雄哥哥，你不知道，你中毒的时候啊，浑身僵硬，根本就咽不下解药。要不是我姐姐把药含在嘴里，然后啊，嘴对嘴的把药喂到你的口中，你早就没命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得谢谢我姐姐呀？就你别说，你还说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谢谢你，冬青。光用嘴巴说有什么用啊？你是不是得来点实际行动报答报答我姐姐呀？比如说，早点跟我姐姐成亲。人愿，你如果再胡说，我真生气了。好，不说这些了，说点别的。英雄哥哥，那位大嫂子虽然凶了点，不
过医术确实挺厉害的。大嫂子？哪个大嫂子？她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是她给你解的毒。这里啊，是她的家。啊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得好好感谢她。我不需要你感谢我，我只要你马上离开，就当你们从来没来过这个院子，没进过我家。快点，赶紧把剑找回来，然后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。离开？你不是说咱们要留在这儿对付魏忠贤那个大奸贼吗？哎呀，杀什么魏忠贤啊？那不是你刚才说的吗？本来以为这是皇宫呢，可以进来告御状，没想到这住的是魏忠贤那个老太监。刚才看到那个血刀没有？哎呀，简直是太可怕了！咱们还是赶紧溜吧。对呀，要是穿着这身太监衣服死了，那才亏呢。别人肯定说这俩死太监，我还没成亲呢。我不也没成亲吗？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！干什么？我总不能穿着这身衣服跟你成亲吧？告诉本座，你为什么叫血刀啊？因为我有深仇大恨，所以叫血刀。那你能告诉本座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原来的我已经死了，名字也就不在了。可是本座真的很好奇，想知道你的真实面目。等时机成熟以后，你一定会看到我的长相。时机成熟？你在等待什么时机？等待我的仇人出现。该死的奴才！你小子该死！9000岁说他该死，我就让他死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本座倒真是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过有件事情你要记住，本座可不想让屋里沾上血腥味儿。血刀记住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有事本座会叫你。是。此人仇恨太深，杀气太重，而且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不可不防啊！各位请留步。少侠，你的伤刚好，怎么不多住几天，等身体痊愈了再离开？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了你们来之不易的幸福。我不明白少侠的意思。我看见你们一家人很开心的样子，让我觉得你们很幸福，让我也感觉很幸福。那你们可以留下来呀，跟我们一起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对于你们的救命之恩，有机会我一定报答。等等，少侠，你的余毒可能未清，这是些解药，带在身上以防万一吧。多谢，我们走吧。我觉得这一家人特别奇怪，尤其是那位大嫂子，老是阴阳怪气的。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不过她虽然表面上不太容易亲近，但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而且啊，她医术高明，上次我受伤的时候，也是她帮我治好的。只是我总觉得她好像有什么秘密。既然别人不愿意说，我们又何必多加猜测？不过那女的一定有不寻常的过去吧？英雄哥哥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大嫂子有不寻常的过去啊？就因为她能解我身上的毒。对了，我还忘了问你，你手上的毒是怎么中的？别问了。不过我再也不会回到过去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刚才太吓人了。那个叫血刀的怪物，一下子就把他的脖子给拧断了。拧断了？这么厉害呀！哎呀，以后咱们要是碰见他，那咱们还是绕着走吧，要不然命就不保了。可不是呀，今天他掐这个，明天掐那个。对呀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那个叫血刀的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就是，再不走小命难保了。快！你的宝剑呢？
那可是你师傅送给你的信物啊！什么宝剑不宝剑的，有命要紧！我师傅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我的。走走走，快！哎呀，快站！哎，你们俩站住！干嘛呢？没那个啊，我们没那个天气有点闷啊，好我闷。们俩出来透透气。透透气。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们俩呀？啊？没见过我。我们俩新来的。啊，对，新来的正好。那你们就去伺候9000岁更衣。啊！糟了，也不知道马尚飞和艾迪去哪儿了。京城人生地不熟的，马尚飞呆头呆脑的，艾迪姐又大大咧咧的，他们俩可怎么得了啊？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走。要想取得9000岁完全的信任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接下来，我该怎么做？继续接近9000岁，取得他的信任。另外，你想报那个深仇大恨的话，就只有留在9000岁身边。我知道，那个和你有深仇大恨的人，迟早会找上9000岁。只要能报仇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哪怕是做9000岁旁边的一条狗。我们继续找吧，总会有个下落。姑娘，别来无恙啊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来，为本座好好按摩一下。那您是喜欢轻一点的呢，还是喜欢重一点的？如果喜欢重一点的，就找我；如果喜欢轻一点，就找他。有什么不同吗？哎，完全不同，大不同。您如果明天想头疼、腿疼、脑袋疼，您让他来；你要想浑身舒服，我伺候你。啊，你做的还真是很舒服啊！哎，你又有什么绝活啊？我的他绝活可多了。他可绝了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这么大一碗白酒，高度他喝一口，炉子点着了，拿根柴火出来，噗，吐火。哦，是吗？宝剑，这么长的宝剑，他拿着往嘴里边咔一插，后脑勺还露出这么长一截来，还没事。大石头，4个人抬不动，他一个人，咔往胸口上一放。他的胸也平，拿锤子砸呀，砸，10多岁了，人没事。小飞子，来，你看，他现在就想表演给你看。这样，等本座有时间的话，你把你们的绝活通通表演给本座看一看。准备。今天呢，先把东西放在柜子里，上锁。好，遵命。钥匙，钥匙，哦，9000岁，咱们继续啊，继续。上次我遭遇锦衣卫暗算，姑娘仗义相救，我就应该猜到，姑娘侠心义胆，必是忠良之后。大人说的没错，我姐姐的爹啊，官可大了，左都御史。那么敢问姑娘，是何方人士？我杨氏一门世居湖广阴山，家父杨莲，字文如，号大红。什么？你是杨莲的女儿？什么？老爷带回几个陌生人，还说要安排在府里住下。
启禀夫人，我听下人们是这么说的，老爷正让他们准备房间呢。怎么能轻易让陌生人住到家里呢？老爷又是心血来潮，我得看看去。你看见了没？那钥匙就挂在那老太监的身上。看见了能怎么样？偷出来呀！咱把钥匙偷出来以后，再把龙袍和皇冠也偷出来，然后交给你大师兄，让大师兄去交给皇上，到皇上面前去告御状。皇上一看，哟，这人不是想谋权篡位吗？让皇上去收拾他不就行了吗？对呀，让皇上杀了这个狗贼，我家老太太血海深仇就可以报了。怎么样？这个主意不错吧？我脑子挺快吧？你脑壳里就是一堆豆腐，哪那么容易啊？你以为那个太监傻呀？钥匙别在他腰上，你能拿得到吗？想办法呀！找个机会把钥匙偷出来，不就行了吗？老天终于睁开眼睛了，没有让杨家忠良绝后。大人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孩子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呀，有请夫人。用不着请了，我已经来了。夫人，你来的正好。上次就是这位姑娘把我从锦衣卫那帮鹰犬的手里给救出来的。还有，你猜猜看，这位姑娘是谁？怎么，姑娘，难道你没有听你爹提过，你在京城有位姑姑？家父确实说过，我的姑父是吏部大臣孙伯瑜。莫非您就是？正是。孩子，当年我听说杨家遭奸人的灭门，我和你姑都以为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呀！你是晴儿。当年我离开家嫁到京城的时候，你还不到1岁大，一转眼的功夫，长这么大了，你真是晴儿吗？夫人，她真的是晴儿，绝没有错的。她就是你亲哥哥杨莲的女儿啊。晴儿，你仔细看看清楚，还认不认得我？我是姑姑杨桃啊。我记得，我的姑姑就是杨桃。姑姑，可怜的孩子，姑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次说什么，姑姑也得把你留下。你们俩是她的朋友吧？那就一块住下吧。反正这府里啊，空房子多的是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。多谢夫人。可是现在我担心马尚飞跟艾蒂姐，我想赶紧找到他们。放心吧，我们暂且安顿下来，会找到他们的。马尚飞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平时我老骂你蠢，嫌你烦，欺负你，可是我现在真的很想你，很担心你。你又担心马尚飞他们了？英雄哥哥，我知道你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，在你的心里，他就像你的亲人一样。英雄哥哥，我看到姐姐找到她的亲姑姑，我真的好羡慕。可是现在，我唯一的亲人就只剩下马尚飞了。这个弹弓是他给我做的，我真的好想他。要是马尚飞能够平安无事，我以后一定不再骂他蠢了，也一定不再欺负他了。放心吧，一定会找到马尚飞他们的。我也很挂念他们，他现在是我唯一的师弟，也算是我的亲人。马尚飞也算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你也是我的亲人。你把我当亲人，你肯原谅我？你又没做错什么事，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你？我现在没有犯错，并不代表我以前没有犯错。你别忘了，
血洗东林书院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可是当时你被那些坏蛋给骗了，分不清楚好坏。但你现在不一样了，古人说过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既然你能勇敢的认错，就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。人愿，谢谢你。英雄哥哥，你跟我说谢谢。你不觉得你现在变了好多吗？我变了？我怎么变了？以前的你啊，话太少了，根本就没见你笑过，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就觉得你像冰一样，特别冷，特别冷。现在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现在的你啊，变得温暖了，话也多了，也爱笑了。你也爱关心别人，照顾别人，你就像一个真正的大侠。要是你师父还在，看到你这样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这辈子最愧疚、最感激的人就是我师父了。他以死唤醒了我的良知，让我明白了许多事。叶大侠，老爷请您到大厅，有事商谈。青儿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。你们真打算从魏忠贤手里夺走那口铁盒？为了完成顾大人的遗愿，拯救苍生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可是姓魏的奸贼没那么容易对付。如果你们不小心搭上自己的性命，晴儿可是我杨家最后一滴血脉，我绝不允许她有什么三长两短。晴儿也告诉我了，你是她从小许配还没成亲的相公。可是你要是有什么差错的话，我家晴儿怎么办？姑姑，杨家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。魏忠贤他为祸天下，他和那群阉官们如果一日不除，将会有更多的忠臣义士遭遇我们杨家一样的命运。可是，你让姑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？姑姑，夫人，你这顾虑不错，可这晴儿说的也对。为了伸张正义，为了替那无数惨遭陷害的忠良讨回公道，姓魏的这条阉狗是不得不除啊！多谢姑父。只是今日阉党权倾朝野，要想对付他们，绝非易事。不如这样，明日我进朝面圣，先与皇上商定对策，咱们从长计议，争取将那奸贼一举歼灭，免得打草惊蛇，遭人陷害。孙大人深谋远虑，有劳大人了。爱卿所言，千真万确。事关重大，卑职不敢有半句戏言。没想到顾县城还准备了这么一份名册，要是咱们得到了，就知道朝中文武百官哪些可以委以重任。辅佐朕治理朝政，共挽狂澜。只可惜这份名单藏于一口铁盒之中，如今这口铁盒又落入了奸人魏忠贤的手中。依卑职所见，可否请皇上下旨勘察魏忠贤的府邸，找出那口铁盒？可是皇上，凡事不可操之过急。魏忠贤并非等闲之辈，不会轻易坐以待毙的。他必定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，仓促动手只会给我们遗患无穷啊！那依皇上所见，暗中寻找那口铁盒，切忌打草惊蛇，争取一举将魏忠贤及其阉党除之殆尽。皇上放心，卑职知道如何去办。真有此事？启禀9000岁，卑职亲耳听见，决错不了。你立刻回宫，
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即回报。卑职遵旨。孙伯鱼这个老匹夫，可恶至极！卑职参见9000岁。9000岁，您生这么大的气，是谁又惹着您了？哼！孙伯鱼那个老匹夫，居然知道了顾县城老贼所留铁盒的事情。那个小儿皇帝居然要他设计，从本座手中夺走那个铁盒。不要以为有小儿皇帝护着他，本座就不敢动他。你来得正好，出出主意，怎么对付这个小儿皇帝？启禀9000岁，依卑职所见，该对付的并非是皇上，而是孙伯鱼那个老匹夫。只要除掉孙伯鱼，哪怕是皇上再怎么想对付您，恐怕他也是力不从心呐。怎么说？9000岁，我想，皇上对付9000岁都是孙伯鱼从中内外勾结，只要除掉了他，皇上和外面那些乱臣贼子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想勾都勾不着啊！言之有理。还有呢？9000岁，你可曾记得，卑职曾经说过，要想除掉孙伯鱼，有一人是最佳人选。鬼影柳叶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。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远方，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